兄弟姊妹，今日咱要用这个主题，就是咱这3个月来日日拢在听到的，就是防疫。这个防疫，咱的听书拢非常的熟，不过互我有一个感动，讲咱若甲咱的属灵的生命的健康结做伙，你会看见讲有真侪卡合的所在。所以小等下咱通过这个经节来做伙学习吼，咱直接要来分享几项的主题安尼。咱头一个就是基督徒，外口人咱莫讲，基督徒的确着爱真清楚，还是讲真重视咱灵命的健康。而这灵命的健康，对于圣经的教示，互咱知影，这就是咱一生健康的根源得到，根源的得到。所以咱通对这个上界水的一句祝福的话，就是约翰三书这个约翰长老的一个祝福。伊安尼讲：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亲像你灵性健全一样。这是国语版的因为咱为着方便咱来填这个大纲的资料所以咱用国语版来学习。通看去约翰长老伊的理解，就是祝福伊的朋友是这3项拢完全顺遂，安那才是一个健康的人生。就是你所做的代志顺利。第二，你的身躯有勇健的这肉体的身躯食会饱，困会少困会落眠穿会少运动有气力安尼吼。但是呐，伊一句话是放伫后壁。亲像你灵性健全一样，意思是若用这个话倒头讲，因为你要有灵性的健康，你有灵性的健全，就会带来你身体的健康，就会带来你的事事顺利安尼。所以后来咱真侪教会就用这3个这个祝福甲扩大做较现代化的。就是常常咱牧师咧招咱做祈祷，咱的祈祷会嘛做咧祈祷，就是5项的祝福，讲祝福你安尼身体健康、事业工作顺遂。3是你的心灵有喜乐，第4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甲人的关系真美好，第5是你的灵性真正有健全。这5项是互咱较生活上较好应对啦。但是事实就是对这3项的根基所来的。所以咱基督徒呢，看健康就是灵魂体的平衡甲健康。但是咱若是看见讲一般社会无论电视的广告，无论是广播迄个是咱的这个收音机内底的广播，哇，大部分真侪拢是健康的广告我的年纪是对听收音机大汉的所以到我到即阵嘛，感觉足惯势听收音机上车顶，我就甲收音机拍开。食牧师讲好，我外口足吵，你内底阁吵安尼不过迄变做一个习惯就对啦而且呢，我嘛足爱听台语的广播，因为感觉讲足接地气迄种感觉我的经验就是讲真侪广告拢咧讲到咱的健康啦，特别是身躯要保养。哇，你知影讲迄个广播的人安尼口才有够好所以讲来到底你听啊耳啪啪讲有影都对。这我也唔好，迄我也唔好，迄我无好势，骹也咧酸我三三高拢有。讲来到底，大好你身躯拢有病就对啦安尼啦我有时我就甲谢牧师讲，我甲谢牧师讲，你看这讲的拢会讲到咱啦不过重点伫倒位咧？到底伊推荐的药有效无啦？正头我嘛晓讲但是正讲会当医你的病痛无？所以咱唔得，咱较早医药较无发达咱定咧讲一句话，讲唔通听网络先啦，网络先的意思伊是真有讲你的病痛但是伊的药有效无唔知，甚至
那较无良心的用假药互你，安尼真惨。无食无代志，啊，愈食愈大坑就对啦吼。啊，所以咱就是知影讲，人的身躯的健康啊，包括咱最近有个咧，即马防疫一个过吼，开始咧讲健保的代志啊吼。安尼，即个陈时中即马过来要动即件，就无遐简单啊，意见就无遐简单啊。啊，就是拢咧讲起咱人的健康，但是啊，牧师毋是医生，所以毋是讲即个专业的部分，是要甲咱分享讲，事实呢，若是对圣经的教导，咱的身躯的健康，甲整个心灵，甲咱的信仰有直接的关系。一般的人拢敢若注重身体保养，但是基督徒的确都爱注重这点。今仔日社会的生活形态，真侪人的疾病，拢是因为心灵无健康来引起的。咱换一句话来讲，吼，咱伫生活上定啊拄着听的话，吼，啊，你有知影讲，真侪代志吼，甲你拢分袂开啦。咱一个车开出去，人若无照交通规则，吼，你的生气就出来，讲即个人是安怎？无照规矩，啊，就到车顶就开始骂啊，敢毋是？啊，咱有时一句话因来讲，哎呀，气死，有影有够气死安尼。真多的代志，你拢是对心灵的部分先震动，对无？啊，那咱咧生活上咧讲话就讲，啊，气啊未食袂落啊啦，吼，气甲食袂落啊，是安怎食袂落？是你气甲食袂落，毋是你腹肚枵食，无腹肚无枵呢？所以讲起来，真多生活上的因素造成你这个身体的变化。搁较免讲现代人，真多人困袂去，是安怎困袂去？一张床遐好势，较早咱困定的床，定壳壳都困甲好困甲，是安怎？这个床遐尼软，啊，有诶买好床，咱困袂去，是因为咱的心灵有看路，有忧伤，有病痛。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去看这个事实的时阵，咱就通知影讲啊，迄个源头是要对倒位来。咱知咱台湾吼，西医是真非常的出名，全世界拢有名吼。但咱台湾的中医嘛足够啊。啊，所以你若注意甲看吼，中医咧讲人的病的原理，有真多，毋只干那药物的医治人。所以咱有时知影讲啊，咱所讲讲身躯内底啊，咱有用迄个金木水火土去咧理解。有时是咧卡咧讲叫咱的身躯的内底有一个小宇宙就对啦。吼，外在是大宇宙，咱的身躯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若有平衡，这个小宇宙若会通透，咱的身躯就会健康。有时迄个原理也是有相关的啦。啊，他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我的理解啦，吼。啊，就是讲，先啊，咱基督徒认为心灵的健康，甲咱这个身躯的健康是一个关键，而且是这个原理。咱通对这个上源头、上帝创造人的故事来看，灵命健康的原理，咱来看创世纪第1章26节，就是讲上帝讲，哈，头前迄几字写无去哈，上帝讲。咱要按照家己的形象、家己的款式来做人。这个问题伫这个所在真重要。咱人是照上帝的形象甲款式所做的，所以你的原理是对上帝遐来。上帝形象正做咱人的一个对照就对。咱若无对上帝形象甲样本，咱就袂当成做这个人。虽然咱这个人这个身躯是一个肉体的身躯，但是注意，这是对上帝的形象甲样式所做的。第2段的经节更较明显，创世纪2章7节讲，后来主上帝用地上的土来造人，用土来造人。啊，当然土是看会到的，有形体，所以咱有人讲啊，捏土做阿当，咱较早咧念迄个囡仔歌吼，捏土做阿当，所以这个肉体是对，那用咱今仔日科学的解释，应该是讲用地面上这个各种的元素
来造成即个有形体的人。但是关键伫下一句，伊讲甲生命的气，也是讲气分入去伊的鼻腔，伊就成做有生命的人。这互咱有一个真好的提醒。咱这个属肉体这个人，伊本身是一个架构，是一个形体，但是互伊有生命，是上帝的灵呢，是上帝的生命的气、生命的气息来分入去咱的内底。那安尼，咱敢会使讲，我的身躯是无灵、属灵的部分？安尼就甲上帝创造的原理有差距啊！就好像就一只车吼，逐项零件拢足好，就欠迄个气力吼，迄个引擎的力，就无可能开车。顶2礼拜咱有讲起着一段经节吼，这个经节伫圣经概念节是咱有读过，讲罗马书8章9节，伊讲既然上帝的神有踮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性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这句话，咱的主题顶这个讲道的主题讲领受圣神生命整全，就是较今仔日讲的有一个连贯的关系啦吼。意思是讲，咱这个身躯吼，原本伫咧无毋对，有伊的迄个生物的本能无毋对，但是呢，是上帝神伫咱的内面，吼，咱就无过属这个肉体迄气的本性啊，咱已经有属圣神啊。所以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表示讲，咱有基督的神，咱有圣神，咱才成做一个完整的人。甲创世纪上帝用气息分入去，这个土造的器具是共结连做伙。所以，若对这来讲，咱就知影讲哦，虽然我都爱注重灵命的健康。这3个月来，咱日日电视新闻报纸，日日看到的是防疫，这个新冠疫情，这我有一个感受讲这个属灵的攻击疫情这是病毒嘛但是邪灵的攻击哇，有真侪烧伤的所在。所以咱对这3个月来日日在听的经验来面对咱。提防迄个属灵的攻击，安尼会帮助咱真敏感、真敏锐就对啦。好，有啥物相关的所在？这个疫病甲邪灵攻击真相像的所在咱唔免想讲，咱拢是理解。第一，伊无形体，病毒伫倒个咱唔知，所以呢，咱才都爱关咱的国家的门嘛，飞机唔爱互你入来，因为我唔知影你这个人，你发烧发烧到底有病毒无？昨昏发生讲高雄有一间高中10几个囡仔发烧阁有上呼吸道感染，大家惊甲讲哎呦唔知佫发生就惨好佳在讲检查了，改成是阴性的安尼疫情就是无咧互你看会到，但是咱却无去注意到邪神。邪灵、撒旦的攻击，嘛是无形体的呢，肉眼看袂到，但是逐位拢存在。既然咱对这个疫情的攻击遐尼细致，咱有足侪兄弟，可能你较年纪较大，你有一寡慢性病，所以你真听政府的规定，讲你唔通来参加大型的聚会，你无去参加，无去外人多的所在，尽量待厝，有影，咱拢真乖真听话，唔才会造成咱今仔日台湾真会当自由行动啊。咱都遐尼注意啊，但是咱却无去注意到，迄个邪灵的攻击是比这个疫情佫较久、佫较严重。咱因为看袂到。无人甲咱提醒，无一个中央的疫情指挥官甲你叫你挂口罩，叫你洗手，叫你袂使去倒，无人甲你讲，你煞袂记的。这是咱对这个事事所引起的一个反应就对啦咱来看到以弗所书6章12节安那甲咱讲，以弗所书6章12节甲咱讲，因为咱毋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
是对天界的邪灵，就是即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甲宇宙间邪恶的势力咧作战。哇！即个疫情吼，佫大概分布伫倒位，咱小可佫掠会到呢。发作的时阵就知影，所以咱看迄阵一寡世界地图，无咧点红点，讲遮感染偌济，遮偌济，佫查会出来。但是伊有所书甲咱讲即个天界的邪灵是看袂到的，所以咱毋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哇！这才是咱需要去谨慎的所在。你会晓防疫情，你就要用这个概念来思考要安怎面对邪灵、魔鬼、撒旦的挑战。特别，咱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理解吼。你若是一个热心服侍上帝，你要为主传福音，你要热心为主做工的人，常常就是到危险群了。就迄像咱的医生、咱的医疗人员，伫第一线咧医治病人，迄病毒拢先攻击遮医生，你敢知影？所以兄弟姊妹，你毋通感觉奇怪，若是你会拄着邪灵的攻击甲引诱，这表示吼，伊看你有够，看你有重，你若讲凉细无代志吼，邪灵也袂插你，你就爱烦恼啊！你讲哎哟，无彩，我即个人无受重视就对啦。所以呢，英国咱知影一个出名的讲道王子叫做史布金啦吼，史布金即个出名的讲道家，伊甲东江勉励讲，伊讲只要你伫上帝面前徛会条，撒旦就是愈够攻击你。人若是愈陷害你，讲你的歹话啦吼，甲你创治啦，甲你安怎？就是证明你伫上帝手中愈有路用啦，愈宝贵。你咱知影吼，你若是一个会面对挑战的人，面对真侪引诱、真侪攻击，你毋通先想讲，哎哟，我哪会遐歹运，逐摆拢我拄着。你爱先想讲，上帝啊，我要伫你面前徛会条，是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愈有路用、愈宝贵。魔鬼才会唔甘愿，要来找我算账。这就是讲，咱人就是一直甲这个黑暗的邪灵的世界咧争战。有的人会讲恁教会拢定咧讲遐有诶无诶，看袂到诶。但是咱知影讲，上帝就是迄个看袂到诶气力，在帮助咱啊。咱若无去处理源头，莫怪你会定定拄着有代志啊。所以基督徒毋是只个人注重肉体的健康的维护那点，就是随时在备战的吼。你准备好要面对邪灵的攻击所以咱一个人看见讲咱台湾因为防疫足成功所以因一寡措施吼，全世界的人拢在学呢吼较早遐先进的国家，即嘛换咱在讲互听呢，咧甲咱取经呢咱的即个外交部长啦，咱的即个防疫的指挥官吼，拢接受访问，外国拢咧甲咱问，所以咱通对台湾防疫的成功，来互咱一个提醒甲启发，互咱通面对整个即个邪灵伫咱生命一生的生命中间的攻击。咱若听到这，你就知讲即个故事，咱这3个月拢在听。第一，咱叫做超前部署啦，阻绝境外。咱台湾的防疫熬吼，讲起来是较早拄着足惨重的代价，就是17年前的 SARS 发生，因咱唔知沙无，哇，规个和平病院拢空管啊！咱发现讲，哇，这代志大条呢，感染着无药通好医呢。哇，医生你看，足侪医生伫迄阵牺牲去嘛，咱知影，教乖啊，所以咱看见咱的政府吼，伫武汉遐有人开始咧。有咧看病有肺炎的代志时，咱就先敏感着。所以咱知影讲，这疫情会成功是咱早人2礼拜，还是早较久、较早吼，赶紧部署落去啊！咱这政府的动员就是安那呢？开始第一，禁止外口人入来；第二，爱检查；第三，内部开始准备啊！我相信咱教会真侪是医疗人员。
你伫迄阵开始的时阵，随接到卫生署真侪卫福部甲你通知，讲医疗人员你袂使出国，医疗人员爱第一岗位，你的病有几间的什么特别的迄个负压病房开始准备起来，你爱设即个检疫站。迄阵咱一个足重要的措施，讲口罩，口罩袂使出国去买，咱无够，赶紧来做，这拢叫做超前部署啦，吼。境外的人就开始袂当入来，所以迄阵武汉无一大堆人要转来吼，讲要包机啥货，就是讲咱无法度，人无准备好，你若人入来，其中一个就好，毋知迄阵大家安尼鸡飞狗跳，就是安尼。圣经伊有所书6章14节讲，所以你来准备好。我们准备面对邪灵的攻击的时阵，甲咱的政府的防疫有同款的意思啦。你要准备好，准备好是啥物？准备面对这个看袂到的邪灵的攻击。第二，咱爱把武器准备好，全面应战。拄则我已经讲过，因为这防疫的代志咱足熟，牧师无要去重复。咱所有台湾的各种站面拢准备好，医疗人员准备好，口罩准备好，迄个干洗手的酒精准备好，迄个量体温的拢准备好，医疗的配置拢准备好，所以毋才会有人台湾嘛是有几若百个着病对毋对？马上就有一个单位甲接去治疗啊，咱有迄个。隔离的设施，赶紧甲隔离起来啊！这个拢是咱准备好的，才会让互这病例遐尼少。所以保罗安尼边嚟咱讲，所以安尼，恁就爱用上帝所赐的武器装备家己啊，通伫险恶的日子会当抵抗敌人的攻击啊，剑道到底会当守掉迄个阵地。安尼甲咱的防疫毋是拢足共款吗？属灵的部分就是安尼做。甲防疫拢完全同款呢。第三，咱一句话叫做料敌从宽，防敌从严安尼啦。今仔日的分享无法度通甲迄个保罗先生咧讲的上帝的军装吼，一项解拆。有的解经家甲这个上帝所赏赐的军装解释了非常的水。咱时间无够通伫遮讲，但是咱是用这整体性，咱知影讲哇有影，我都爱全面的装备就对啦。你要防疫，你都爱全面的装备，一项拢袂使漏交。口罩爱挂好，毋通嫌热。你手爱洗互清气。你外口是无所在，拢都爱洗字。当咱若是用信用来讲，保罗甲咱讲，你得用真理来做腰带，用正义做护胸甲。伊讲用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来穿。所以是毋是腰带护胸甲，佮鞋佮来，伊讲用信心做你的盾牌，通互你当抵抗遐个邪恶的人、邪恶者所写出来的火箭，佮爱用救恩做头盔，佮用上帝话做圣神所赐的宝剑。哇，这讲拢足有意思就对啦，要甲解拆会有真侪。会通互咱伫生活上来应对的理解，这个拢是对圣经伊有所书所甲咱教示的。所以有真侪人就用这个图片咧了解讲，哇，我若是上帝的军人我就安怎封闭啦。这几项拢爱封闭好安尼这是原文的，这是用中文甲改装的讲属灵的军装就安怎？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圣神的宝剑，还有信德的盾牌，还有平安的鞋安尼。哇，6项拢装备较好，像是咱的防疫同款，毋通漏交一项啊。所以毋知咱对3月开始咱要来教会做礼拜，拜托你爱挂口罩甲你喷酒精，佮甲你量体温，这是做措施。甲咱这全面的装备，拢真类似的所在嘛。这是另外一种的图片，互咱去理解着。安尼你才会当抵挡这个疫情的攻击。咱属灵的方面嘛是同款，都爱安尼。我拄甲你讲，有真侪人对灵界无理解，拢会感觉讲迄拢无事路的啦。但是你若人生的日子愈经过，你就愈知影讲，哎呀，迄灵的部分才是咱的关键。
所以教宗咱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伊伫几年前的一摆的即个，咱叫做万圣节啦万圣节全世界拢说毋是咧纪念遐圣人呐，万圣就是咧纪念遐圣人呐，毋是，即马是变做全世界几啊济说等于去咧插遐的黑暗的世界就对啦。所以即个教宗就提出真诚恳的提醒，伊讲有人掠做魔鬼，敢是只是神话，也是一个角色，也是一个观念，是一个邪恶的意象那定。但是伊讲魔鬼是确实存在，咱必须安怎？必须甲伊来争战。伊讲魔鬼是讲白贼、甲谎言的老爸就对。所以咱基督徒若要过着一个属灵的生活，你就会拄着诱惑甲挑战。所以因为你会拄着这个拢是无形的、看袂到的这个落大雨会淹水，山沟的水足多，你唔敢去，你看会到，所以唔通撩水，因为水来就甲你冲去啊！风台一个到，树啊摇来摇去，唔多树啊若断去，甲你缀着，你拢会去封闭嘛。但是问题是灵界的部分，你看袂到，看的是一片的平静，内底是真深沉的黑暗、死亡的陷阱呢。所以讲。基督徒会拄着诱惑甲挑战，所以你需要靠上帝互你的军装。伊讲军装是啥物？就是真理。你有圣经的真理，真做你的一个保护，你才会当面对这个无所不在的邪灵的挑战。所以，咱要三甲来学习啦若是佫讲到这个疫情所互咱的一个学习，有这几项嘛，真做咱属灵方面一个真好的这个配合。第一，咱叫做自主隔离。当咱有拄着这个疫情的攻击的时阵，咱有亲人对外国倒转来，即马倒来拢先爱安怎？先爱住迄个防疫的旅馆，也是隔离的所在，隔14日安尼我的孙伫咱教会这个文祥文祥的后生就旧年走去捷克去学习去读册，袂当转来就对啦，都疫情的关系。即摆讲会使转来，毋过转来都爱先住台湾关14日啦，先关14。尼什么意思呢？隔离起来，若是伫咱属灵的部分，就是讲有真多有迄个所在，有真多迄个犯罪现场，你毋通去插着。所以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看人迄个，讲唔通看人相拍，爱看人食肉，唔通看人相拍安尼。意思是伫迄个安尼伫暴力的所在，你去唔多去受影响着啊。但是咱属灵的世界有真多有迄个所在，咱爱去离开，该隔离。第二，爱及时医治啦。咱伫台湾有足侪病例即马拢慢慢拢已经出院嘛有几个过身去有少数的人过身去，这疫情因为第一伊毋知伊讲了做是感冒发烧，伊咧食感冒药发烧药甲发现的时阵已经血浸润无法度医袂起来用叶克膜嘛无效有的是伊有慢性病。都已经身躯伫歹佫加上这拢无法度，连医生嘛救袂起来。所以咱有拄着属灵的伤害，咱有拄着灵界的攻击，咱就赶紧医治就对啦。你有免罪的察觉，无拖刷，咱追求迄个属灵的热坎甲医治。什么意思呢？有时你有发现到有一寡攻击伫你的身上，你要赶紧找牧师、找长老、找属灵的兄弟姊妹。来同心祈祷，求圣神来压榨呢。这就是一个圣属灵的医治。有的人因为可能对细汉所拄到的伤害，有的人是对着侪的迄个霸凌的伤害，遐伤害呢一直藏伫你的内心，所以有的人无缘无故发脾气，讲奇怪我哪会挡袂牢就发脾气？原来是你较早捌发生甚物款的霸凌。前2日咱伫台北有一个一个互咱感觉毋甘的故事一个高中生去杀一个
国小4年级的查某囡仔对无？迄是咱长老教会所设的中学呢。哦，即嘛互攻击啊！讲啊，恁中学是安怎管理的？啊，台北迄边的教会学校，大家足烦恼，讲咱即嘛学生都歹招啊，佮拄着这真凄惨呢。啊，咱听即个高中生安怎讲？啊，原来伊就是互人霸凌嘛。啊，所以伊家己毋知要做啥代志咧，伊就是吼举一支刀啊，想要报复。啊，找无人哦，规气凊彩找人，啊，就发生啊嘛。啊，迄就真正是属灵的攻击就对啦。啊，即款代志若无赶紧医治，父母毋知，赶紧来辅导，就会发生即个悲剧。啊，所以第三就是真重要，就是咱基督徒爱有迄个健康的管理。互咱知影讲啊，即个中央疫情咧，甲咱通知讲，恁逐人吼爱保养身体哦，吼爱早睡早起哦，你爱营养有够哦，吼啊，你爱运动哦。意思讲，咱若身躯吼。元气好吼，迄病毒较袂催你嘛。啊，所以咱迄阵无咧讲啊，老大人较是危险性哦吼。啊，这个代志拢是咧甲咱提出讲，咱健康的自主管理。啊，一个顾家己健康的人，有时疫情来，若拄着你嘛无遐严重。啊，无细致的人，也是讲身躯歹的人，啊，都真严重。啊，所以这是安尼甲咱讲，若是属灵的部分，就是你爱有一个真好的属灵的。灵修的生活，你甲主的关系一直亲密，所以这圣经安尼甲咱讲，讲恁都要伫基督中，祈祷上帝帮赞，常常对圣神的带领来祈祷，事事爱警醒，毋通放松，不断为着信徒来祈祷。啊，这拢是咱基督徒是安那要求你都爱读圣经祈祷，你爱灵修啊，毋是讲叫你是咧做作业的意思啦，还是讲你做基督徒安尼较有下标准，毋是，这是为着你灵性的健康呢。灵性健康带来你身躯的健康健全，带来你事事的顺利呢。最后保罗安尼要求啦，啊，等于是咱自我要求。保罗安怎讲？6章19节讲，嘛为着我祈祷，求上帝赐我信息，通好胆开嘴宣扬福音的奥秘。保罗安怎苦劝以弗所教会兄弟，伊最后嘛讲，请恁为着我祈祷，是伊知影伊要为主做工，伊所拄的攻击搁较大呢。所以讲，为着我祈祷，互伊通好胆开嘴宣扬福音的奥秘。啊，咱讲着好胆开嘴哦，即句话听起来较像平素咧，也无啥吼。啊，咱若伫下半年，咱开始要来推动第4期的即个幸福小组。啊，你要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我好胆开嘴来宣扬福音。啊，即马幸福小组咧好胆开嘴哦，足好讲的啦，因为吼。大家气氛足好呢，吼！啊，伫一个咱准备的一个安尼真好的一个小组的环境，伫咱的厝啦，伫教会心灵传教啦，哦，气氛真好，佫有音乐，佫有饼，佫有茶，佫有咖啡，啊，所以你好好胆开喙是无问题。保罗的时代是拄着真大的攻击、陷害。做的苦楚啊！保罗伫圣经内底讲足多，伊安怎受苦啊？所以要好胆开喙是无简单的事呢，因为迄属灵的攻击。所以兄弟姊妹，我咱望咱对这个疫情吼，咱有听见一句话嘛？之前捌听过讲，毋通浪费即边的疫情所发来的功课啦。意思讲，即边的疫情，互咱真侪功课通学，啊，你毋通安怎过？啊，过就搁改成无代志啊，准过水无痕，是你爱。对遮找着功课啦，全世界无论各行各业，伫即边拢拄着问题呢。啊，咱安怎伫属灵的健康，互即边的即个疫情，咱所拄着迄个台湾成功的经验，真侪也真侪咱一个真好的帮衬。兄弟姊妹，你要有健康的身体无？你要对灵命的健康、甲主美好的关系做开始。